你怎么不好啊？就我刚来完姨妈，然后她又来了，又出血了是吧？啊，你有没有性生活呀？有的。那你躺上去我看一下。哎，你有2个阴道哎。啊，2个？哦，你之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但是我摸的话感觉挺正常的。自己应该摸不到的，平时也是闭合的状态。你今年多大呀20。从来没有查过是吧？那今天有重大发现了啊！那等一下去给你做个 B 超啊，双阴道、双宫颈、双子宫，就是你的生殖系统有2套设备。大部分人是可以自然怀孕的，也可以自然生产的。再做一个泌尿系的 B 超，看一下你有没有肾脏的问题，因为泌尿系的发育和生殖器官的发育是同时的。那你这个同房的时候，你男朋友有没有异样的感觉？他有感觉到左右的区分吗？没手指的。大哥，你没插，哪来的水呀？那不2个吗？你换一个，你插这个多干呢。还没来。你那没到位，你往深插点。你再鼓捣鼓捣。哎呀，这不来了吗？